永暗就是大选之夜，这个民众党的郭文哲，伊是抢到总统府头前开道的使用权。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去到新北市第二运动场来举办暗会，也那侯友宜是伫1公里外的邦桥第一运动场来造势。三个候选人伫今仔日暗时，当地湘北大对决。 工作人员8关8家登咧大舞台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阵营成功抢到总统府头前的道路使用权。选前之夜的造势暗会，规个工程按算下晡4点通完成，才拄中到就支持者到现场咧等。啊，你从哪里来？台中，阮昨暝就来啊咧，12点就到位啊咧。我要60岁啊，第一届参加呢，献给阿伯。 另外一边，伫新北市邦桥第2运动场，工作人员在咧测试音响设备，确保声音放送无问题。这是民进党赖清德造势暗会的场地，才拄中到就通看到有南山的民众坐伫椅头开讲，各有支持者为国外登来台湾支持。我的美国朋友吼，因大家拢知影咱台湾的处境，拢感觉是迄个阿强啊咧欺负咱。我伫美国住40几年啊，造势活动，所以这是第一摆。 工作人员大字头下，甲高台打好势，另一边有工作人员咧摆椅啊。伫咧离赖清德场地赛车无90分钟，就通到位的邦桥第一运动场，这是国民党侯友宜的造势场地。侯友宜拼总统的上尾一段路，伊选伫登去伊的地盘新北市。记者即摆人伫咧新北市邦桥体育场，这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造势暗会所在。即摆使看到即个舞台拢已经搭好势啊，伫咧即个边啊，还有3站楼悬的布棚，就是希望会使达成政党轮替气势。 永暗就是上尾一摆的大选宣传机会，根据中选会的规定，所有的竞选活动下暗10点进前就要结束。总统选前3卡都选前之夜，3个总统候选人拢把握机会，希望推出选票，争取选民上大的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